各位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吟诗106首，我担实在免阁伤悲。我担实在免阁伤悲，通欢喜，通欢喜，因为我主对是个起，通欢喜，通欢喜，伊甲过我以后无事，我心情心拢无交易。为因着跳学了吟诗，通欢喜，通欢喜。我踏遍行无归苦诉，真快乐，真快乐。因为求主拄我做恶，真快乐，真快乐。功德照增见伫天国，好我免受魔鬼苦毒，自罪中报应万事好，真快乐，真快乐。但我求主主望个起，真欢喜，真欢喜。万福下生保永得利，真欢喜，真欢喜。伊的愿拢总到伊，主手祝福做阮就去。我日子来亲像安尼，真欢喜，真欢喜。他着谈情个我得你，心可以，心可以。我可求主言我无事，心可以，心可以。困求先心赞我愿意，好使天白地主无离。死后就地点主身边，应可以，应可以。咱今日继续要来看以西结书的第6章，从咱伫第5章的所在看起，先知以西结分别用无共款的行动来表达上帝对耶路撒冷、犹大国的首都的刑罚，甚至要拄着三分节，拄着饥荒甲瘟疫，三分节要拄着战争，有三分节的要互上帝来试线。今日咱要继续来看第6章。第6章开始到第7章，会当讲是上帝开始爱先知以西结来讲审判的预言。第6章的1节到7节是上帝爱先知以西结来讲出这个预言，特别是对山来讲，这个山讲的预言是来讲到山顶这个祭坛，就是拜偶像的所在，上帝拢要甲因毁坏。第8节到第10节是遮村的百姓，因会阁想起过去的历史，等于要活着开始回想历史，因就知影原来这位上帝是真正的上帝，甚至来真实的悔改。11节到14节，伊也要阁一摆来宣告上帝的审判。以西结想讲上帝要来清扫以色列的全地哦。这是今日咱看的第6章，这段信息会当讲是对山，面对山所讲的预言。咱来读今日的经节，是对第6章的1节到14节。第1节，上主甲我讲，人主啊，着明以色列的进山，传达我的信息，讲以色列的进山，着听至高上主的话。至高的上主对大山、小山、山沟、山谷安尼讲：我要用刀剑毁灭恁的山头坛，这坛要受拆毁，香坛受拍碎，受害死的人要倒伫恁的偶像的头前。
我要甲以色列人的心思迄伫因的偶像的头前，将恁的骨骸也散伫恁的祭坛四周围，无论恁住伫什么所在，恁的城镇拢要变做荒埔，山头坛爬远直到祭坛荒废，偶像受拍碎毁灭，香坛受斩断，恁所做的一切拢要受诛灭。受害的人倒伫恁中间，恁就知我是上主。上帝爱先知以西结，本来是爱伊袂当讲话，只会当用欢喜、用行动来表达。但是即马讲话呢，毋是讲互直接讲互人听，是对进山头来讲。即个向面以色列的进山，即个面向，伊的意思嘛是会当拄则英语有写 against，即个 against 就是代表嘛是对抗，即甲伊对对的意思。即个甲进山讲的语言，也是甲进山来对抗，这伫以西结书的36章，迄章第1节到15节会阁讲一摆。但是迄阵到36章，这是讲上帝刑罚拢完成，拢过去。上帝时间来时阵，迄个向山讲的语言，36章是讲着开始复兴的语言。但是第6章，这是审判才拄拄要开始，上帝一阵一阵要来审判，这是上帝的子民。伫这段的语言中间，咱看去有包括1/3的人，因来受到刀剑，这是战争。然后1/3是从第5章看到饥荒甲瘟疫。然后今日嘛看到，佫有剩的1/3，上帝要互因四散伫逐所在。才讲起着上帝，伊要来将即个上帝所应允的流年甲蜜的地，上帝要甲伊来插销，上帝要甲伊来飞走，来甲伊顶动来牵线共款，就是要互遮顶头伫即个所在徛起的，上帝要过一摆来亲睹，因为因伫即个土地的顶面，伫即个流年甲蜜的即个顶面，来山顶秋潭的意思就是伫高地也是山脊，山谷，所以伫大山、小山、山高甲山谷，就是遮来迄个所在，毋是来敬拜上帝，是来敬拜遮的家人，遮的神明，就是外邦人遮的神明。所以直到上帝要生气，上帝生气的做法，就是将遮拜偶像的上帝子民以色列人，将因的心思肯定因家己所拜遮的偶像的面前。也就是讲，因要互上帝，因若要拜偶像，上帝就互因拜一个有够，拜到食力，就是连家己的命嘛拢无去，这偶像无法度救家己，甲因拜因的人嘛是共款，最后因的下场拢是甲这偶像共款一样。咱继续看第8节到第10节，我要甲恁留一寡人，互因逃脱列国的刀剑。分散去逐所在，迄时遐会脱离刀剑的人，伫受放逐的所在，要想起我，了解我，因为因的不忠背逆，以及心目乱目偶像来心艰苦，因为家己所做邪恶的事的歹事，仰恶家己，因要明白我是上主，我讲要降灾祸互因，毋是讲假的。所以上帝原来真清楚，伫即个所在来讲起着，就是上帝的刑罚是目的，是要来互遮的拜偶像的人心会当醒起来，因为因去用偶像迷到无认捌上帝，有眼不识泰山，嘛毋知即个耶和华上帝到底是安怎样，但是只有等上帝出手，来甲因刑罚，来甲因管教。因才会当伫迄个受管教的中间，因才知影原来因所军队是袂当救家己的偶像，因才会回头 repent 悔改来归向上帝。所以遮剩的百姓，上帝才讲要留一寡剩的百姓，就是留一些渔民。这些渔民呢，
伫即个因狩猎倒转来时，变做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专有名词也就是讲，上帝1/3无去战争刣死，无去瘟疫饥荒枵死破病死的，这剩的人因所留落来，上帝就是使用这剩的人1/3的人，要来互因真正彻底的悔改，也知影原来上帝是讲真的。伫即个所在，咱嘛看去。上帝讲到伊家己的心是偌尔啊艰苦心，特别是第9节的所在。第9节讲来心艰苦啊，即个心艰苦，毋是只有讲遮村的人的心艰苦，伫和合本讲我心里何等伤痛啊！所以即个心的艰苦呢，其实嘛是上帝的心肝，内心的破碎，上帝的心嘛碎去啊！所以上帝因为遮的子民，伊的百姓无要认捌伊，无要听伊的话。最后11节到14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你着站骹顿手讲惨啦！以色列因为做邪恶甲互人厌恶的事，要死伫战争、妖恶甲瘟疫。伫远远的所在的人，要因为瘟疫来死；伫附近的人，要因为战乱来死；留落来的人，要因为饥荒来死。我要伫因身上拼尽我的大受气，因受害的人的心思。要四散伫因的五常中间，伫因的祭坛四周围，伫每一座大山、小山的顶面，伫每一丛青翠的树甲无神的树骹上树骹，就是因捌五常献芳芳的祭的所在。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我一定要出手攻击因。我要互因的地荒废，对南方的旷野，一直到北方的地别六神，城，以色列人住的所在，拢要拍远。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伫遮讲到上帝，搁一摆甲伊要做的代志，搁讲一摆，搁一摆，搁一摆。上帝安尼重复的讲的意思，就是咧警告，搁再警告，搁再警告。所以上帝讲，等因真正站骹，伫遮安尼来顿手，这是一种表示生气也好，还是哀伤也好的动作。这毋是一个欢喜的时刻，是一个哀伤，也是气家己，遮尔啊无注意，无好好受警告的事，伫遮反悔的时阵，因遮看伊讲，原来伫遮刀剑、饥荒、瘟疫，遮1/3的人死去，搁1/3的人死去，即马剩的1/3的人，因要活着，但是活着上帝原来要甲因受赶分散到逐所在，甚至受人的追杀。但是伫即个受追杀的即个中间，因遮伫遮反悔，原来因过去伫山顶、伫山谷、伫大山、伫小山，因所拜，因要求即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因要求雨水，因要求即个平安好过年。因要求会当有搁较济的出产土产，会当有搁较济的收入甲收成，但是因却拜毋着神明，去拜着遮的偶像，但是因伫迄个所在所做，去掠着上帝的生气，所以上帝要互因对因的北方底波拉底，这是伫即个哈马的所在，一直到伫旷野，到因所住的所在，拢要荒废，拢要拍远。地波拉，即个地波拉他，这地波拉他的意思就是无花果饼的所在，所以伫迄个所在，检查迄个意思就是种真侪无花果树，会当伫迄个所在来制作无花果饼的所在，总是遮个所在，不管偌拢是变做拜偶像，毋是拜上帝的所在，上帝拢要拍远，上帝通过先知以西结要来甲因警告。今日这段圣经的金句，我选是第6章的第9节。第9节安尼讲，迄时遐个脱离刀剑的人，
伫受放逐的所在要想起我，了解我，因为因的不忠背逆，以及心目乱无偶像来心艰苦。因为家己所做邪恶的歹事，厌恶家己，上帝的心艰苦，因为伊的子民、伊的百姓无明捌伊来离开伊，颠倒搁去拜遮虚假的偶像。今日这段圣经的感受，互我感受到，上帝早就已经拣选以色列做伊的子民，甚至做列国中间的光。上帝要兴起因，成做万国的光。但是上帝虽望来兴发、降灾祸、降瘟疫，用战争，但是上帝毋是要彻底的消灭以色列人。亲像早时伫即个拿阿的大船共款，上帝原来要留村的百姓，这村的百姓就是上帝要来管教因，互因会当来悔改，互因当来成做圣洁。所以对这个角度来看，今日咱也会当活伫这个世间，咱也会当来悔改伫主的面前，咱嘛是上帝所留落来村的这个百姓，就是为着要来为主做见证，也是咱受到上帝神的感动，咱会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咱是由耶稣所拯救，也会当存留伫这个世间，无受罪恶来灭亡的时，咱拢是上帝所拣选村的百姓，就是爱认捌主是上主，是耶和华上帝，伊所使用咱，就是要继续为伊来做见证，互咱会当真正知影上帝的艰苦心，也知影上帝爱咱彻底的悔改来到伊的面前。但是今日是咱今日就爱来转上帝，互上帝成做咱个人的主，也成做咱全队的主。好，无人有可能会愈伫偶像的中间追求世间的名声、地位、金钱，愈陷愈深，最后甲遮个虚假的偶像、甲名声、甲地位、甲金钱、甲遮个世界的荣华富贵，拢做伙倒伫迄个所在，袂当救家己进入永远的活命。今日是9月11号，2001年，这个盖达组织的恐怖攻击，伫这个纽约甲美国的 DC 造成2996人的死亡，也真做咱的提醒，就爱安怎样来行公义、生存、人民，嘛爱知影，遮个罪恶的代志、歹代，就无应该爱过来互伊发生。今日咱的协会据点的志工，一台游览车要去到伫南港参访九如社区发展协会来参观因的据点的工作也求上帝带领这个拜访的行程都会当出入平安。以及今日咱有继续要为着60周年来召开这个筹备的小组，特别要为着11月初2的这个联合的礼拜甲这个感恩的礼拜，甲这个运动会要来做规划甲筹备，也求上帝来帮咱。今日的祈祷，就是咱要祈祷，咱来知影，当咱挖靠这个偶像，无来挖靠上帝下场，最后就是拢甲这个偶像做伙受插销，叫上帝来消灭。所以这个先知撒迦利亚讲，毋是挖靠势力，也毋是挖靠财力，是挖靠上主的神，才会当来成事，求上帝帮助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阁一摆感谢你，因为通过耶稣会当救阮的性命，脱离这个罪恶甲这个败坏。主啊，阮也向主来承认，有时阵阮互世间的名声、金钱、地位、权势来成做阮心目中的偶像，互阮袂当自信来看主、仰望主的时阵，求主耶稣阁一摆怜悯阮、帮助阮、拯救阮，互阮会当全心全意来听上帝，也会当来听别人亲像家己。愿上帝你的话刻伫阮的心，互阮的心受到警醒、警戒，互阮会当回头归向你，无来行虚假生命这个道路、败坏道路，互阮所行是永远活命的道路，是直到伫天堂进入新的天、新的地。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继续来吟诗
信心206首，至悬的主做我的根。至悬的主做我的光，可以甲我救命，做我生命的大规律，神秘话互我行。虽然对着大阵战赢，我心拢无摇转。虽然兴起多变光景，我也自在无错。我捌对主讨一项事，伫伊爱的一站，通一世人徛起伊厝，看主美妙灿烂。在咱的是伊要压我，藏捌伫伊无边。危险的时刻我悬悬，伊石盘顶徛起。主伊是对我讲一句，领着因无奇怪。我心随时对你应讲，主啊，我爱君我，互我地求我的上帝，求你面无伫恶，你捌帮赞，毋通放撒，无伫赶我远去。愿上主祝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的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